我呀，怎么嘞？上这些的嘞？那这边呢，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格西拉，就是呢，我们一般有讲到说，就是三重本尊的这种观修方式。那三重本尊的这种观修方式呢，那请问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是显教和密教二者都有吗？都需要这种观修的方式吗？那格西拉就回答到说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三重本尊的这种观修方式呢，就是观想呢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呢是誓言尊，就是我们发誓的那个誓言尊。那世尊的心中呢有金刚持佛，那金刚持佛呢就是智慧尊。那金刚持佛的心中呢有吽智，那吽智呢就是禅定尊，或是摄摩他尊。那这三尊呢合在一起修呢，叫做三重本尊的观修。那三重本尊的观修呢，是唯有密续才有的，在显教里面呢，并没有所谓的三重本尊的这种观修方式。而且在密续里面呢，就是以我们现在就是安乐道论里面所讲的呢，它是属于无上密的。虽然说在四部密续里面的下部中呢，也有提到说就是三重本尊的观修，但是在数集道论安乐道论里面所讲到的呢，它最主要是讲无上密的这一种三重本尊的观修。那为什么要观修三重本尊呢？那观修三重本尊呢，最主要就是提到说呢，我们所要尽的事呢，我们所尽的事情，我们所要尽的呢，分为就是粗分、细分以及极细分这三种。那为什么要去观修我们的所尽事呢？我们一般所讲的所尽事，就是提到说，像我们粗分的身语意，然后细分的身语意，以及极细的身语意三种。那在观修就是三重本尊的时候呢，那誓言尊就是释迦世尊呢，它是代表粗分的身。那智慧尊呢，就是金刚持佛，它所表示的呢是我们的，它所表示的呢是细分的风。就是我们在讲心风里面细分的风。那最后面禅定尊呢，它所代表的呢是最细微的心，所以把三尊合在一起修呢，叫做三重本尊的合修。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希望说我们的道还有果呢，它能够从凡夫的道，然后转为就是无上佛道的缘故，所以要去做三重本尊的这种观修，就是希望透过三重本尊的观修呢，能够将我这种初分的这种凡夫相呢，能够转换为最究竟的佛身的缘故，所以来做这种观修。所以就是透过三重本尊的这种观修方式呢，可以把我们初分这种庸常相的凡夫身呢，然后变成就是最细微的佛陀的身语意的这种身的观修的方式呢，叫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呢，然后来做三重本尊的观修。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格西拉，一般我们在讲说尽罪集资，所谓的累积资粮呢，那资粮到底是什么？那资粮是否要到资粮道之后呢，才开始累积，或者是说呢，什么时候呢才开始累积资粮？那格西拉在这边就回复到说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资粮呢，就是善的意思。我们讲累积资粮的意思呢，就是去行善，或是成就善，或是多去累积我们的善行，那这个呢就叫做资粮。那资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累积呢？那资粮它没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一个就是计算的这种方式，就是如果你做得到的话呢，就是行住坐卧乃至一天24小时之内呢，你都可以不断的去积集资粮。就是当你的意乐呢能够抱持着一个就是利他的这种利益自他的这种心呢，然后去行身语意的种种的行为呢，那这些呢都属于在累积资粮。那累积资粮的方式呢，就像以身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拜佛，或是供养，或者说去做忏悔等等呢，那这些都是属于累积资粮的部分。那为什么会问到说就是累积资粮是否要从资粮道才开始呢？那虽然说呢，就是在现观的经典里面呢，有提到说我们要累积智慧资粮，还有说要累积福德资粮这两种。那以福德资粮来说的话呢，要累积福德资粮呢，就是你要有菩提心，那甚至是或者是大悲心的摄持之后呢，那你才有办法累积到福德资粮。
那这种呢，是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要成就佛道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从五道十地的道最早开始算的时候呢，那可能是要有菩提心，乃至于说或是最下呢要有大悲心的这个摄持。但是一般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利益、好的利乐、利益他人、利益自他的这种心呢，你去行任何的善呢，都是在累积资粮。那当然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意乐，那最下的意乐呢，就是要有一个希求后世的这种心呢，然后去帮助他人。那中等呢，就是不仅仅是希求后世，那我是为了解脱，然后你去累积资粮。那最好的呢，就是你怀着一个能够利益一切有情的这种心呢，然后去帮助他人的话呢，那这种呢是最好的累积资粮的方式。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格西亚，我们在安置身语意象的时候呢，那通常知道说身上是摆在中间，那像是代表语的语所依，还有代表意的意所依象呢，那这两个呢是要放在身上的哪一个方位？那阁下回答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经论里面他并没有特别看到说，就是关于语所依还有意所依呢要放在什么地方，但是阁下说以他自己的想法呢，就是以至尊文殊的身相来作为代表好了。像至尊文殊的身相呢，我们知道说至尊文殊的右手呢，他是拿着智慧焰剑，那左手呢是拿着就是金函，所以从文殊菩萨的这个身相来看的话呢，就是右边呢因为是智慧焰剑，所以是代表着意所依，所以代表意所依的那个相呢，应该是要放在右边。那代表经典的语所依呢，那是在文殊菩萨左边的缘故呢，所以左边呢可以放语所依，所以右边是意所依，左边呢是语所依，就是以佛像的身体作为代表的话，那佛像的右边是意所依，左边呢是语所依。但是呢，虽然说但阁下说是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说反过来放的话呢，阁下说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的相违的问题，应该是都可以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请示格斯拉，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安置我们的身语意象？就是在安置佛像的时候呢，该如何的去安置？就比如说呢，如果是度母的话，是不是放在右边？那是文殊的话，是不是放在左边？那格西亚就回答到说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安置这个就是放自己的就是佛龛的时候呢，或者说放我们的坛城的时候，那通常呢就是会把释迦世尊呢放在中间，然后呢会放高一点。那就如同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观想的时候呢，我们是观想右边呢，就是以所有广行派的传承祖师，就是以至尊弥勒为首，然后呢，一切广行派的传承祖师呢是在世尊的右手边，就是以世尊的那一面，在世尊的右手边。那文殊等深圳派的传承祖师呢是在自己的左手边，就是一般呢在安置的时候呢是这样去安放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有一些不共的本尊，比如说呢，你的不共的本尊呢是度母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把度母的像呢放在世尊的前面，不过呢就是位置呢比世尊像再低一点，就是世尊在后面高一点，然后前面度母呢再低一点，或者是说呢就是依着各个不同的教派，那以我们是格鲁派来说的话呢，就是是同样的释迦世尊在后面高一点，那前面呢就是父子三尊呢可以放低一点，或者说是宁玛派的话呢，就后面世尊高一点，那前面的莲花生大师呢就在低一点。那或者说呢，我们有放就是四部密续的本尊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是本身有在修习密法，有修习四部密续的话呢，那像是无上密的这些本尊呢，就是放在世尊的左右边。那比如说中间呢是世尊，那右边呢就是放像密集金刚或是大威的金刚等这些父续的本尊，那左边呢就是放胜乐金刚这些母续的本尊，那在他们的前方呢再依次放像是瑜伽部，然后呢行部还有事部的这些本尊。那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请问格西亚，如果到了像莲花生大师要纪念莲花生大师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把莲花生大师的像呢从佛龛里面请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来做礼拜供养？
那阁下的回复呢，就是提到说，像我们遇到诸佛的诞辰，或是一些特别的日子，像或是诸佛，或是他们视线涅槃的这种殊胜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一定要把这些佛像呢请出来，然后放在桌子上呢？那阁下说呢，这是不一定的，就是你放在佛龛里面呢，你不一定要请出来。当然呢，你觉得说你如果比如说今天是莲花生大师的祈祷日，那你把莲花生大师呢特别请出来，那你觉得放在桌子上面呢，你去做观想的时候呢，你能够观想的更为的清晰、更为的明确的时候呢，那当然是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觉得这么做呢，你心可以比较安，那你比较欢喜呢，那这样当然是可以。但是同样的呢，你如果不拿出来也没有关系，就是放在佛龛里面呢，你能够好好的去观修，然后你同样的内心也能够升起欢喜心，然后也觉得说能够升起觉受的话呢，那就看你怎么做呢会比较合适，就依靠个人，就是看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比较好呢，那样子做就可以了。这应该也没有特别的相违。那当然也不是说佛像放到佛龛之后呢就不能拿出来，就是我们也是偶尔呢也可以把这些佛像拿出来，特别是呢就是可以顺便看看说佛像上面是否有长灰尘啊，是否有不干净的东西，那可以顺便的做清扫或是整理，这些都是很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中文的问题，那就是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皈依的时候呢，皈依的因是提到说就是部位以及信心这两者。那请问格西拉为什么要把悲心给加进去呢？那格西拉这边就回答到说，就是因为呢，我们在这里所讲述的皈依呢，是提到说这边就是安乐道论所讲的皈依是大乘不共的皈依。所以当是大乘不共的皈依的时候呢，它除了要有畏惧心以及信心之外呢，那还要把悲心呢给加上去，因为呢是大乘不共皈依的缘故。那最后问题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在观想就是和我们具法缘的这些上师呢，那如果说有多位的师长呢，那他的顺序呢该如何的去确定？那以及呢，如果说像是我们从师父的上师那边呢，也曾经得过也求过法的话呢，那观想的位置呢该如何的安置？那阁下呢就回答到说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有讲到说我们在观想资粮田的时候呢，那有提到说一开始呢，就是在我们的对面虚空呢，或是前面的虚空呢，观想一个很大的法座。那这个很大的法座上面呢，又有5个法座。那5个法座的中间呢，就是观想，就是5个法座中间呢，还有稍微大一点。那中间的这个法座呢，我们就是观想，就是它是导师释迦世尊。那释迦世尊呢，就如同刚刚所讲的，世尊呢，他是誓言尊。那誓言尊的心中呢，就是有智慧尊，也就是金刚持。那金刚持的心中呢，又有吽智。那吽智呢，就是所谓的禅定尊，或者说是摄摩他尊。那这个呢，就是三重本尊。那三重本尊呢，虽然说外相呢，它现的是导师释迦世尊相，但是它的体性呢，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是做这种观修的方式。那在世尊相的右手边呢，就是以弥勒菩萨为首的广行派的传承祖师。那左手边呢，就是以文殊菩萨为首的，就是深见派的传承祖师。那在世尊的后方呢，就是观想以金刚持佛呢为首的加持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在世尊的前方呢，那就可以观想说，就是和我们具法缘的这些上师。那在和我们具法缘的这些上师里面呢，那观想呢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那如何去安利我们的根本上师呢？就是他是教授于我们取舍，或者说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对我们来说恩德最大的上师呢，你把它观想在中间。那其他和你具法缘的这些上师呢，就观想，就是依着对你的恩德来说呢，然后围绕在根本上师的四周。那至于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也从这个师父的老师之处呢，也曾经得过法的话呢，那如何安置？那同样的也是把这个师父的老师呢，你也是把他就是看他对你的恩德呢，然后依照这个顺序呢去做排列。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从一开始的就是道师根本为依师轨理。那在依师轨理呢，就是我们学了依师轨理之后呢，那又分为说，那我们真的要开始修持依师轨理的时候呢，那在座上修的时候呢，该如何行持？那以及呢，就是座间修的时候呢，要如何的去行持？
那就是当我们在做上修时依止归理之前呢，就是在做上修的时候呢，它又分为3个，就是讲到说前行、正行还有后行。那前行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去做加行6法。那加行6法里面的第一法呢，就是讲到说洒扫住所住处等等，然后庄严安步生语意。那第二个呢，就是无产狂求诸工具端正陈设。那这2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解释完了。那第3个部分呢，就提到说呢，就是以譬如7法或者是8法呢，就是安坐，或者说尽可能的呢，就是安坐之后呢，然后具足特别的善心呢，然后升起就是皈依，然后还有发心，然后还有事无量。那这边的特别的善心呢，讲的就是菩提心。那我们就讲说呢，那在之前呢，要先修皈依，然后发心，还有事无量心。那升起皈依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先明现皈依境。那这部分呢，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简单的讲述。那这主要是对于说就是皈依境的部分。那上一堂课呢，就是对于说，那我呢该做如何的意乐去调整呢？这部分还没有讲到。就是皈依境呢，我们已经明现之后呢，那正在做皈依的我呢，那我该如何的去行持呢？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观想说，我的四周呢有一切的6道有情。那虽然说呢是有一切的6道有情，但是他们的相貌呢都是现为就是6道里面人的相貌，就是一切呢都现为人的相貌呢，然后呢和我一起呢，然后呢再做皈依。那我们在做皈依的时候呢，就是先思维到三宝它生于一切的功德，然后从内心呢升起信心，然后呢相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它能够救护我们，能够救护我们呢从轮回里面呢脱离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是先思维到说，我呢还有我四周的这些一切的6道有情呢，就是从轮回开始到今呢，已经受了无量的轮回的种苦，那特别是各种善恶道的这种别苦，那这种痛苦呢难以测量。那我今天呢难得获得了人生，如果我不努力的呢去希求解脱的话呢，那这个解脱呢并不仅仅是希求我一个人的解脱，除了我之外呢，我也希望说一切有情呢都能够从轮回痛苦里面脱离出来。然后呢思维到死的时候，知道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那唯有佛呢，就是我所观想的三宝才这样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对三宝呢升起了信心，而且呢自心的相信他能够救护我，然后呢能够让我帮助一切有情呢，能够帮助一切有情成佛。所以呢由这边呢升起对于三宝的信心以及敬心，然后相信三宝呢能够救护我，那并不仅仅是救护我，也能够帮助我呢去利益其他的有情。那有了这个皈心之后呢，我们就是自诚的升起皈依，然后呢自心的呢来皈依三宝。那所以呢我们行皈依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如果我们心绪之中呢没有皈依的话呢，我们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就是我们何时升起皈依呢，然后才去入于就是佛教的术之中，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那在做皈依的时候呢，就是有广列呢各种不同的这种观修的方式。那如果大家时间够的话呢，可以做广的皈依。那广的皈依呢，就是像刚刚所讲述的，就是我们先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呢，就是有导师释迦世尊。那世尊的心中呢，就是有金刚持佛。那金刚持佛的心绪中呢，就是有弘智，也就是三重本尊，或是我们讲的三重萨埵的这种观修。那在它的体性呢，是我们的体性呢是我们的上师，那外现呢是释迦世尊像。那在释迦世尊的右手边呢，就是广行派，就是以弥勒菩萨为首呢的广行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左边呢就是以文殊菩萨为首甚深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后方呢就是以金刚持佛为首一切加持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世尊的前方呢，就是观想到我们的上师，我们的根本上师以及一切具法的上师围绕。那在观想完这些之后呢，那在观想上师的前方呢，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就是有四部密续的本尊，就从无上瑜伽部，然后呢瑜伽部，然后行部，然后四部呢，就是这边呢是属为四部密续的本尊。那在他们的前方呢，就是观想有就是35佛。就是佛部。那佛部呢，我们可以观想35佛，那还有药师8佛。那在佛部的前方呢，就观想有无量的菩萨围绕。那
菩萨的前方呢，我们就可以观想，就是有圆觉，那圆觉的前方呢有声闻，那声闻的前方呢有永复，还有空行围绕，那就是这样子呢。先来明现就是我们的皈依境，也就是资粮田。那升起了皈依境之后呢，那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在做皈依的时候呢，就是口中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专心念诵呢皈依上师。那如果说皈依上师呢，我们要念108遍的时候呢，那其中一半呢，我们就先观想能够净除一切我们对于上师呢所造下的恶业，像是不依止上师，或者说呢违背上师的言教，或者说忤逆上师等等呢，就是一切呢依着上师呢所升起的过失呢，然后都能够净除。那这净除的方式呢，也就是观想到就是前面的资粮田的珠珠呢放光，然后放出五色的光明呢，从我们顶门而入之后呢，然后将我们对于所有依师的一切不如理的、不如法的依师的这些过失呢，然后全部化为黑烟呢，然后从我们的身体呢流到外面。那一半就是观想净除罪障，那后面的50几遍呢，我们就观想就是获得功德，然后再观想呢前方皈依境的诸尊呢放光，也是放五色的甘露光明呢，然后从我们顶门而入，然后呢增长我所有一切的财富、福德，然后乃至于说道地一切等功德呢，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观想。然后呢，而且在念皈依上师的时候呢，一边观想说呢，我要生生世世呢跟随着我的上师，然后呢来行就是利益有情的一切的事业。那我们念诵完皈依上师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念诵皈依佛。那念诵皈依佛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要念108遍的话呢，那前面的54遍呢，我们就边念诵的时候呢，然后边观想就是前方的诸佛放光。那前面的诸佛呢，就是观想说我们之前要说主尊、释迦世尊，那世尊前面呢是我们的上师，那上师的在前方呢，或是围绕上师之外呢，那一圈呢就是所谓的佛部，那就是从无上瑜伽的密续四部，然后到佛部呢所有的诸尊，那这边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皈依佛，就是皈依的对象。那在皈依佛的时候呢，就观想这些诸尊呢放光，然后从我们顶门而入，那一样呢，然后就是净除一切呢我对于佛呢所造下的种种恶业，比如说呢恶心出佛身血，或者说呢我们有时候会口中会去指点说哦这尊佛像好看，或者是这尊佛像不好看，就是透由佛像呢而造下这些恶业，或者说呢像是贩卖佛像，或者说呢恶心破坏塔庙，就是破坏佛塔，这些呢都算是属于依佛呢依着佛宝呢所造下的这些罪过。那念前面54遍的时候，也是前面54遍的时候呢，就观想能够净除这些依佛所造的这些罪过，然后后面的54遍呢，就如同在皈依上师的时候一样，希望能够获得种种的长寿，然后呢好的受用，然后累积福报呢，至于说道地等一切的功德。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是皈依法。那皈依法呢，这里所皈依的法，虽然讲的是就是诸尊心绪中的就是灭地还有道地的功德，但是呢，在这边所现的形象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它是现为金函的这些形象。那就观想这些金函呢放光，然后呢净除我和自他一切有情呢，就是无始以来依着法呢所生的这些过失，像是谤法的罪业，或是贩卖经典，或者说呢不恭敬经典的这些过失呢，那希望都能够净除。那同样的后面54遍呢，也是观想这些金函呢放光，然后呢从我们顶门而入，然后呢能够增长我所有一切的福德，然后所有的资粮，然后地道的功德呢也能够渐次的圆满。那最后呢就是皈依僧。那皈依僧呢一样，我们在念诵108遍的时候呢，那前54遍呢就是观想对治不净品，那后54遍呢就是观想就是我们一切地道的功德呢能够不断的增长。那这边所谓的僧宝呢，就是分为显和密。那显教来说的僧宝呢，就是菩萨、圆觉还有声闻呢，这边是显教的僧宝。那密续的僧宝呢，就是提到说像是永复、空行还有护法等等呢，这些是属于密续的僧宝。那同样呢，我们在对治香味品的时候呢，也是观想所有的僧宝呢放光，然后呢净除我和一切有情，就是一般的罪业，就是总的轮回的痛
种的这种罪业，那特别是呢医生所造的这些罪业，那这些呢就例如说像是破坏和合生，或者说呢我们偷窃生邪物等等呢，那这些过失，或者说呢我们在修密法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月或是每年的都是固定要做这种护法的这种修持，就是要修护法，但是呢我们要是就是中间有间断的话呢，那这些都是属于依着生呢所造的这些过失，那就是观想这些过失呢能够尽除，然后升起一切的，就是后面呢就观想也是降甘露，五色甘露，然后增长所有的寿命、福德，然后地道等功德。那以上呢就是讲述，就是我们时间够的话呢，做这种广大皈依的思维方式。那如果说稍微收摄的话呢，那同样我们也是口中呢就是念诵皈依上师本尊三宝，就是可以一同的念诵。那刚刚呢我们是就是广大皈依的时候呢，是一个一个去做观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就是前方资粮田呢，然后全部呢一起合修，就是一起做观修，然后口中呢就是念诵皈依上师本尊三宝，然后观想前方资粮田呢，就一切的诸尊呢，同样的还是放光，然后尽除我无始以来的恶业。那特别是呢，就是对于上师三宝所造下的这些恶业呢，能够同时的尽除。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起做观想，所以这是属于稍微收摄的观修方式。那降脂甘露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观想，就是前方资粮田的诸尊呢，就是全部呢，就是同时放光，降下五色甘露，然后断除我们所有的恶业，以及就是依着上师三宝所违犯的这些过失，然后升起就是一切的正德功德。那我们做完皈依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念诵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说师等相，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这个偈颂。那在这个偈颂呢，它本身呢代表的呢是发心的内涵，但是呢前两句就是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呢，它所代表的呢是皈依的内涵。那我以所修师等相，为利有情愿成佛呢，还有分别的代表着就是愿心以及行心这两者。那先讲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这两者呢，它代表皈依的内涵的时候呢，我们在边念诵的时候就观想说，一切如母有情呢，就是六道，就是他在各道呢所处的这种痛苦呢，我们去视为这些痛苦之后呢，然后对这些有情，然后升起悲心。那升起悲心之后呢，我们就至诚的对上师三宝做皈依。那祈请上师三宝能够做救护，那就观想呢，就是前方资粮田的诸尊呢，然后就是降下甘露，五色甘露呢，然后从我们的顶门而入。那一开始呢，在皈依的时候，先做如是的观修。那做完皈依的观想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观想发心。那在观想发心的时候呢，就是念我以所修师等相，为利有情愿成佛呢。那它分别的就是代表愿心还有行心。那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是同样的呢去观修到就是一切的有情呢，我还有一切的有情呢，就是无始以来呢，就是为业和烦恼所转，然后呢为各种痛苦所逼迫，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呢，我为此呢，我要升起一个菩提心，去利益一切的有情，然后呢，由此我要去修习三世道，然后还有说像是诸菩萨所行的六度、四摄等等呢，而且呢，誓愿呢不退一切的菩萨行。那当我升起了这样子的菩提心的时候呢，那就我们就观想到前方资粮田的诸尊呢，就是诸尊呢感到欢喜。那他们呢感到欢喜之后呢，他们就变现出了第二个身，就是变现他们第二个样子呢，然后从顶门呢融入到我身。那当诸佛呢融入到我身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说，我也变成了世尊，我也变成了释迦牟尼佛。然后内心呢要升起一个，就是我现在呢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曼。然后升起这样子的佛曼之后呢，就是稍微的，就是专注的去观想。或者说是能入定的话呢，可以做短暂的入定。那等到做了观想，说我成为释迦牟尼佛之后呢，然后就观想呢，就是从我身上呢一样放光。那我所放的光明呢，就是遍照就是一切所有的情气世间，就是情世间还有气世间。
那气世间呢，就是指我们外在的这个环境，所以就观想呢，我所放的这个光明呢，照到一切外在的这个气世间呢，一切的环境，那所有这些气世间的不如意呢、不好的地方呢，全部都净除，然后这个气世间呢，它转变为净土。那同样呢，我放出这个光明呢，照到一切的情世间，那情世间呢，就是指一切的有情，那所有的有情呢，它能够因为被这光明照到缘故呢，它断除了所有一切就是苦地，还有极地以及苦集，所有一切的这一些习气呢，完全都能够净除，而且一切有情呢，也因此而成佛，然后呢，做这样子的观想。那这种观想方式呢，就是我们讲的发心果为道用，就是果为道用的发心，就是将果，就是成就的佛果位呢，将这个果位，然后把它作为就是我们修道的用途，所以是果为道用的发心。那这边呢，就是到我们上一堂课所讲到，就是第6页的第1大段的最后一行。故由内心深处至诚的皈依上师三宝，然后呢，接下来先行修习皈依发心，那就是到这边就是讲到皈依何有发心。那后面呢，讲完发心，讲到说发心与事无量心之后，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讲到皈依。那这边讲的皈依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果为道用的这种发心。那观修果为道的这种发心呢，它其实在经论里面有提到说，这样去观想的时候呢，它具有极大的利益。那在讲述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为什么要去观修事无量心呢？那这边在菩提心之后观修事无量心呢，就是把事无量心呢作为我们菩提心的一个助缘或者是顺缘，然后来做观修。那在观修事无量心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思维到说，现在呢就是自他呢都已经成佛，但是呢升起了这样子的心念之后呢，那我们再去思维到说，我现在所想到自他都已成佛呢，其实仅仅是因为说我做观想的缘故，我观想到自他已成佛，但是事实呢，自他都还没有成佛。那为什么我和他人现在还没有成佛呢？那我们去思维原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我对于一切呢，就是和我比较好的这些亲人的这些方面呢，我升起了贪心；那和我不好的呢，和他人等呢，就是和敌方呢，就是敌方呢，然后升起了嗔心，就是因为我升起了贪嗔的缘故，所以到现在呢，我还在轮回里面流转。那不仅仅是我，一切有情呢也是一样。所以呢，从这里呢而升起了愿一切有情呢远离亲疏贪嗔住平等舍。那除了做这样子的观修之外呢，那也可以就是继续念诵，就是一切有情，愿一切有情远离亲疏贪嗔住平等舍，岂非善也？愿彼安住，我当令住，祈求上师本尊加持，能如是行。那所以以上呢就是舍无量。那这个舍无量里面呢，它其实呢也具备着4种无量。那舍无量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愿一切有情呢，就是远离亲疏贪嗔住平等舍。那这个本身是舍无量。那岂非善也呢？岂非善也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好处的话呢，那其他的没有得到也没什么关系，岂非善也？那岂非善也呢？所指的呢是属于希求无量。那愿彼安住呢，是讲到说愿无量，发愿的愿，发愿无量或是愿无量。那我当令住呢，指的是真上无量，就是呢我真上意乐，就是真上无量。那祈求上师本尊加持能如是行呢，这个是属于祈请无量。所以呢，就是舍无量它本身呢又具足了4种无量。那同样的呢，其他的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呢也是一样。那在念诵其他3种无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念愿一切有情具乐极乐因，岂非善也？愿彼具足，我当令具，祈求上师本尊加持能如是行。愿一切有情离苦极苦因，岂非善也？愿彼远离，我当令离，祈求上师本尊加持能如是行。那就是呢，那其他的悲喜舍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述说慈无量的时候呢，
这边是舍无量嘛，那持无量的时候是讲说一切有情具乐即乐因。那这边讲的乐呢，指的是果。那果呢，就提到说就是暂时的真上升，那也就是提到说人天的果位是真上升呢，是暂时的安乐。那究竟的安乐呢，就是决定胜，也就是成佛的果位。所以呢，我愿一切的有情呢，能够得到乐呢，就是提到说就是真上升和决定胜的部分。那乐因呢，就是能够得到真上升还有决定胜的因呢是什么呢？那就提到说就是三世道里面所讲到的，像是皈依、业果、出离心、菩提心，乃至于说空正见、六度等等呢，那这些呢是属于乐因。所以在念诵完之后呢，那一样就讲到说岂非善也，是希求无量。然后呢，愿彼具足呢是愿无量，那我当令具呢是真上无量，祈求上师本尊加持能如是行呢是祈请无量。那这个呢是属于持无量。那接下来呢，就是以上呢是属于持无量，那悲无量呢，就是讲到说愿一切有情呢离苦即苦因，岂非善也？愿彼远离，我当令离，祈求上师本尊加持能如是行。那同样的呢，这边讲的苦呢，指的是离苦的苦呢，指的是苦果，也就是指说恶趣苦。那乃至于说呢，就是初分苦地所摄的苦，或者说细分苦地呢所摄的苦。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果的部分。那要远离苦的因是什么呢？那无论说是哪一种苦果呢，它都是透由就是极地。那极地就是我们讲到说业和烦恼。那所以就讲到说业极还有烦恼极，就是极地的部分。希望一切有情呢能够离开苦，就是指苦地。那以及苦因呢极地。那岂非善也呢？也是一样，后面呢也是具备着四种无量，就是每一个无量里面呢，每一个四无量心的每一心呢，它都具备着四种无量。那以上呢已经讲完了，就是舍无量、持无量、悲无量。那最后呢是喜无量。那喜无量呢，就是愿一切有情呢能远离一切痛，能够远离一切痛苦，然后不离呢就是无漏的安乐。然后呢后面也是一样，岂非善也？愿彼不离，我当令不离，祈求上师本尊能如是行。那它同样呢也是具备了另四种无量。那我们在做观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呢，然后边念诵，然后呢也是同样去观想，就是降至就是五色的甘露，就是观想降世甘露。然后五色的甘露呢，它净除了就是我内心呢，就是一切能够升起四无量所有的这些罪业以及违缘，然后呢能够升起四无量心的正量，然后做如是的观想。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正文，就是第二段的部分，先行修习皈依发心与四无量心之后，那讲到说，特别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义力，必须速疾取证无上正等正觉，为此愿以甚深道上师相应法而去行菩提道次第教授的修习。那这边呢，主要是讲到说殊胜的发心，就是我们前面呢已经讲完了发心，那这里呢所讲的呢是殊胜的发心。所谓的殊胜的发心呢，就是虽然呢我也不希望我也不希求这些痛苦，但是为了一切的有情呢，我可以忍受这些无边的痛苦，只为了呢有情它能够速的呢从这些痛苦里面脱离出来。所以讲到说，特别我为了一切有情的毅力，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有情呢离苦得乐，然后呢必须速取证无上正等正觉。那这里呢提到为什么说是速，为什么说这里是讲到殊胜发心呢？因为他提到说要速的取证无上菩提。那速呢，第一个速呢，速集里面的第一个速呢，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经由密法去入密法的话呢，它会比显教来得更为的快速的成佛，所以这是第一个速的意思。那第二个速呢？第二个速指的是说呢，除了在密法里面它能够比显教更为快速成佛的话呢，那它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修持这个殊胜的教授的话，那我可以是在浊世里面一生成就无上菩提，就是在五浊恶世里面呢，仅一生呢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是第二个快速的意思。所以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呢，我要
速疾取证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快速。第一个速呢是比显教还要来的速，那第二个速呢是比其他一般的密法讲的速来的更为的快速，也就是在五浊恶世里面呢，能够一生取办无上正等正觉，然后为此呢愿与甚深道，就是相应法，然后来去行菩提道次第的修习。那接下来呢就是收摄资粮田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呢在观想，就是归境观想资粮田的时候呢，做非常广大的这种观想。那观想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收摄。那在收摄的时候呢，就是从最外围或者说从最下方呢，然后往上收摄。就观想呢，就是护法呢，它融入到空腹永复空行之间。那永复空行呢，又融入到声闻，声闻融入到缘觉，缘觉融入到菩萨。那菩萨呢，融入到佛部。那佛部呢，融入到就是密续四部里面的四部，那四部呢融入到行部，行部融入到瑜伽部，那瑜伽部呢融入到无上瑜伽部，那瑜伽部呢再融入到就是世尊。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右边呢是广行派的历代传承祖师，那就观想说广行派的历代传承祖师呢，就是融入到弥勒。那左边呢，深圳派的所有的传承祖师呢，然后融入到文殊。那后方呢，金刚持，后方加持派的传承祖师呢，融入到金刚持佛。那前方呢，就是所有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呢，融入到根本上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广大的法座之上呢，又剩下就是5个莲花，那也就是左右的深见广行，然后中间的就是上师导师释迦牟尼，然后后方呢就是加持派的金刚持佛，那前方呢就是根本上师。那这个时候呢就观想就是深见就是持世还有文殊，就是弥勒还有文殊呢，就是从融入到导师，融入到上师释迦牟尼的左右边，从左右边融入。那后方的金刚持佛呢，就从后方融入。那前方的根本上师呢，那就观想他呢，就是融入到就是上师释迦牟尼。那最后呢，观想这个上师释迦牟尼呢，它化为一道光，那如同呢，就是大概就化成一团光，然后从我们的就是眉间呢，就是融入，然后让我们获得极大的加持。那就是关于是否要收摄资粮田呢？那这个就是各派呢有不同的讲法。那有一些传承呢，也是说不一定要收摄资粮田，就是因为呢，第3个加行之后呢是第4个加行，那第4个加行呢就是观想资粮田。那有的是说我们现在因为要做皈依，然后所观想的这个资粮田或是归境呢不需要收摄，我们在第4个就是观想资粮田的时候呢，再把原本的这个资粮田呢融入我们第4个加行，就是明现资粮田的部分，这样子的观修也是可以。或者说呢，像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先呢就是收摄一切的资粮田，然后到第4个加行的时候呢，再重新的就是明现资粮田，就是这2种方式呢都可以，就是看大家觉得怎么做呢比较核心的话，那就自己就是看挑那个方式去做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第4个加行，也就是呢观赏资粮田或是明现资粮田的部分。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呢，留给大家发问。那第3个加行呢，就是以譬如7法或是8法，或是安坐之后呢，然后就是观赏皈依、发心、事无量心，然后呢。这个加行里面呢，它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就是它包含了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讲的坐姿，从譬如7法或是8法的坐姿，那接下来呢就是修正我们的意乐，那修正意乐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升起皈依，然后在皈依之前呢，我们要先明现皈依境，或是说明现资粮田。那升起了皈依之后，就是升起发心。那升起完发心之后呢，就是要升起就是发心的助伴，也就是事无量心。那在升起事无量心之后呢，要升起就是殊胜的发心。那升起完殊胜发心，这些都观想之后呢，那就讲的像刚刚讲的，最后呢就是要做收摄资粮田。所以这个加行呢，它包含的内容呢非常的广。我们可以请你出来为葛西翻译。
那个问题是，请问葛西地道功德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谢谢。개인 생기나. 거기도. 라서 개인들이 가진 쉬어야 되려서 드린 지와 지마도 민도 사람기 연된 세나 가르레세. 사람기 도파, 사람기 연된 세나 가르레세. 야야야. 다 사다 랑고 연된라 데자마 람 달라 람 다간다 도세. 람 마순 쩌마 년도가 랑아 라제가 랑아. 아니 대바 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所谓的五道还有十地呢。那五道它指的呢，就是我们在讲说道跟地的时候呢，那道呢它其实分为就是三乘的五道，所以道呢总共有15个道。那地呢道的那15个道的呢，就提到说声闻的五道、缘觉的五道以及大乘的五道呢，所以是35就是15种道。那地呢就提到说像是下部中就是小乘的8地，那以及还有提到说像是大乘的10地。那我们在讲说大乘10地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从欢喜地开始，然后讲到说就是从初地欢喜地，然后2地离垢地，3地发光地，4地宴会地，然后呢就是每一地呢都有它的一个名称，发光地，然后第4地呢是宴会地，第5是南胜地，第6是现行地，第7是远行地，第8是不动地，第9是上会地，还有第10呢是法云地。那在比较道跟地的范围的时候呢，那道的范围呢会比地的范围来得广。像我们在讲说10地的时候，菩萨10地，大乘的菩萨10地的时候呢，是从第3道就是见道开始算的，因为大乘的资粮道还有加行道呢，并没有算在地里面，所以地是从大乘的见道了之后才开始出地的这种计算的方式。所以比较范围的话呢，是道比地呢，它的范围来得更广一些，因为它还包含了像是声闻五道、还有缘觉五道以及大乘的资粮加行2道。Okay, the question is, how do we make sure that bodhicitta can be generated for every lifetime? So everyone, after this, you have to remember to click your translation channel. Otherwise, you cannot hear the translators. Thank you. Vola. Okay. All right. Gisela, 생일에. Okay. 당연히서 전축이 쌤 개와 니치고 많이 봐. 개와 치마 미티는 알아서 개기 잡세 가려야래스. 알아. 센데티브 많이 봐다 문자완에 저러 단계도 봐 잔주의 시작 다시 가려였으나다.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如何呢，就是在今生升起菩提心之后呢，那乃至于说来生再来生呢，都能够生生世世的升起菩提心，有什么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今生以及来生呢，生生世世都能够升起菩提心？那格西拉的回复呢，就想要说，就是我们今生呢，就是要努力呢，就是去做菩提心的观修，然后努力呢，让自己能够在今生呢升起菩提心。那当我们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就进入了大乘资粮道。那大乘的资粮道呢，又分为下品资粮道、中品资粮道，还有上品资粮道。那只要我们今生呢能够进入了上品资粮道的话呢，那菩提心呢就再也不会退失。就是当你今生呢能够升起上品资粮道之后呢，那你到未成佛之前呢，你的菩提心呢是不可能退失的。所以我们今生呢就是尽力呢，尽我们的所能呢，好好的去观修菩提心。那即使呢观修不起来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就是即使今天没有升起菩提心也没有关系，就是努力的观修，然后呢努力的尽罪集资，然后努力的发愿，愿我呢能够升起菩提心。而且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发愿说，不仅是今生能够升起菩提心，那假使今生我升不起菩提心的话呢，那我也愿我能够努力的行持，愿我来世呢也能够快速的升起菩提心。所以以这样子的意乐呢，然后我们今生呢努力的去修持，然后看可不可以让今生呢能够达到资粮道上品。那不行的话，就是像刚刚所讲的，就是尽力的去观修，然后尽罪集资以及发愿。We'll invite you to translate to Geshe-la. So, in some of the deities are seated on sun cushion,
and some are on moon cushion, and some on sun and moon, and some other moon and sun. So why are the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hese seating cushion arrangements, and what are its meanings? Okay, all right. Gisela, tanta koronso dewa dinda shugido. Tanga so laminda koronso derminda wa yore. Pecha sana kase dawa den ganla shugi yore. Kase nime den ganla shugi yore. Kase dawa tang nime den ganla shugi yore. Dindre kepar kare kare tsunge yore. 야야. 다위 된다 님이 된선 다위 된 때게 탑 잔주 생성요래. 아나가라 님이 된 때게 아나가라 히랍 동료。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请示格斯拉，就是呢，我们在观修本尊的时候呢，就是在观赏他们的殿子的时候呢，有一些是观赏就是在月殿之上，那有一些是观赏在日殿之上。那想请问一下格斯拉，就是月殿和日殿呢，它所代表的含义呢是什么？那这里呢，阁下就回复到说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说呢，就是莲花殿呢是一定会有的，就是在法座之上呢一定会有莲花殿。那莲花殿之上呢，那有的是有日殿，那有的是有月殿，那有的是莲花殿之上呢有月殿，月殿之上呢有日殿。那这边呢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月殿呢、月轮殿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方便，也就是菩提心。那日殿呢、日轮殿呢，它所代表的呢就是智慧，就是空正见。那莲花殿呢所代表的呢是出离心。那为什么用莲花殿来代表出离心呢？就代表说，就是出离心呢，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样，就是出离心呢是在轮回中生，但是它算是在轮回因轮回而生，但是呢它却没有沾染任何轮回的过失，所以以莲花殿呢来代表出离心。那月殿呢来代表就是方便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月光呢带给我们是清凉的感受，所以呢当我们升起了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到清凉，就是感到种种的安乐，所以月殿呢来代表菩提心。那日殿呢来代表空正见。为什么呢？因为空正见呢它是属于智慧品。那太阳呢它的特性呢就是能够就是热或是烧，就是有焚烧的这种作用。那所以呢以表示说智慧呢它能够烧毁一切就是我们的对治品，就是不净品，就是像是我执还有烦恼等等的缘故，所以以日轮呢然后来代表就是空正见。那通常呢就是三个法殿里面呢莲花殿是一定会有的，那有的呢就是三个殿都有，那有的只有日轮殿，有的只有月轮殿。为什么呢？那可能就是说看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观修智慧跟方便里面，如果说这个主尊呢它所代表主要是以智慧品为主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莲花殿之上有日殿。那如果这个主尊呢它本身是代表就是方便品为主的话呢，那就是莲花殿之上有月殿。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观想无上密的主尊的时候呢，那以胜乐金刚来讲，胜乐金刚呢它本身呢是母序，那母序呢它最主要呢是代表是智慧的本尊。但是呢像以胜乐金刚来讲呢，它的殿呢它所采的殿呢就是月轮殿，就是它所做的呢是月轮殿。那它本身是智慧，它本身是母序，是代表智慧的本尊。那它的殿呢是月轮殿，就是代表着方便，所以呢就是表示说方便跟智慧呢双运。那同样的呢就以父序来说呢，就是像是密集金刚它是父序，那父序呢最主要讲的呢是修持方便，所以呢就以密集金刚来说，它的殿子呢是日轮殿，就是代表的智慧分。那同样呢也是表示方便跟智慧双运。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做回向，那将我们今天呢所有闻法的功德呢回向，就是世尊的圣教呢能够长久住世，那所有一切持教的大善知识呢能够长久住世，那也能够广弘就是佛陀的枝叶，那一切有情呢也能够早日的成佛，那也希求呢就是世界能够和平。那总之呢将我们所有一切的善根呢都回向给就是教法以及众生。
no